弟兄姊妹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《申命記》第4章第1節至49節，主題係第一篇講論，忠於上主，遵行律法。作者喺《申命記》第4章記載，摩西勉勵以色列民遵守上主嘅律例同埋典章，就可以使佢哋喺列國中存活，同埋顯出智慧同聰明。摩西提醒以色列民唔可以忘記喺何烈山上面領受律法時嘅經歷，同埋唔可以雕刻偶像，因為上主係忌邪嘅神。摩西警告以色列民，如果佢哋敬拜偶像，又或者離棄上主，就會被趕散到列國。但如果以色列民喺患難嘅時候尋求上主嘅幫助，上主就必定會垂聽佢哋嘅祈求。最後，摩西強調上主係獨一無二嘅，提醒以色列民要回想上主嘅作為，包括上主喺埃及時所行嘅神蹟，同埋上主對選民之間嘅約，佢哋要謹守上主嘅誡命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《申命記》第4章記載，摩西提醒以色列民唔可以敬拜偶像，亦唔可以雕刻偶像。咁喺日常生活面對誘惑嘅時候，你會唔會堅守對上主嘅忠誠呢？你又會唔會拒絕一切偶像嘅崇拜呢？